童話世界喺邊度？佢就收埋咗喺漠河。夏天，漠河日光長，晴天多，日均18度，涼爽舒服，係追北極光嘅最好時機。跟住食玩假期住2晚北極村，輕鬆邂逅漫天極光，完成一場仲夏夜之夢。6至8月係呼倫貝爾最靚最迷人嘅時候，跳上越野車，開展一場綠野仙蹤。沿住末日格勒河，每個彎都係風嘅形狀。如果將條河拉直，足足300公里咁長啊！去埋中國最大濕地額爾古納。呢度唔止萬馬奔騰，仲有萬羊咩咩。呢度係小動物嘅天堂。聽下，係森林精靈呼喚緊你啊！走入原始部落奧魯古亞，親手餵馴鹿，1秒融化你喺城市嘅壓力。繼續一路向北，嚟到北極星廣場最北一家，仲有最北郵局，寫張明信片寄俾未來嘅自己，見證你嚟過世界盡頭。呢個夏天跟食玩假期去漠河，一齊涼爽度過。